马太福音14章，这时加利利的希律王听到耶稣的事，就对大臣讲：这个人听说是施洗约翰翻生，怎会有行了到神迹的能力？原来希律为到家向天飞的本样希罗地的缘故，使下令捉约翰，将其特定关在监狱中。因为约翰再三责批希律讲：你将希罗地做本样是违法的。希律想要刺激，总是讲人民，因为佢哋相信约翰是先知。希律做生日嘅日，希罗地嘅妹兒在人客面前跳舞，本希律真歡喜。希律就對佢發誓，因佢做佢所要求嘅上本佢。受到加美嘅教唆，佢要求講：求你即時將施洗約翰嘅頭拿放在盤度本外。王感覺非常為難，總係佢已經在人客面前發誓，只有下令做佢所要求嘅本紀，所以希律派人去監獄，斬約翰嘅頭拿，並在盤度掉本西亞妹，佢手教本加美。約翰嘅學生來將神屍量去埋葬，然後去將這件事老耶穌講。耶穌聽到這消息，就上山離開嗰位，出家一時去偏僻嘅所在，眾人聽講，就對大家上司行路停定佢去。耶穌一上岸，看到這一大群人，就憐憫佢哋。醫好佢哋當中嘅病人，臨暗暝嘅時，學生來見耶穌，對佢講：天暗咯，這位就是偏僻嘅所在，請喊大家離開，好本佢哋去附近嘅村莊買東西食。耶穌應講：唔是喊大家離開，你哋本佢哋食。學生講：挨了這位只有50餅老2米。耶穌講：拿來本挨。佢吩咐眾人坐在草坪上，然後將50餅老2米拿起來，我頭望天，感謝上帝，然後掰開餅來交本學生，學生就分眾人，大家全部食到飽。學生將所存嘅水飲起來，裝滿12隻籃嘅，食嘅人富人家老聖人嘅以外，約有5000沙。此後，耶穌臨時隨學生上山，上到對面嘅片去，等佢喊眾人轉去。眾人離開以後，佢出家一時上山去祈禱，到暗晡頭。佢一時還留在嗰位，這時山離岸已經親遠，本網打到橫來橫去，因為山係逆風行。天蒙光嘅時，耶穌在湖面行定去學生嗰位，學生看到佢在湖面行，非常觸驚，講：係鬼！佢哋手驚到喊起來，耶穌就是對佢哋講：安心，兄弟，唔是驚。彼得講：主啊，那真件係你，請喊我行水面去你嗰位。耶穌講：來！彼得就對山頂下去，在水面行定去耶穌嗰位，總係因為看到風清大，心肝觸驚，就開始沉定落去，佢大聲喊講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穌臨時傳書來電佢講：你嘅心情出色咧，做乜嘅義父呢？佢哋上了山，風就停下來，山頂嘅學生就跪拜佢講：你是才係上帝嘅來嘅。佢哋過了湖，在吉尼撒勒上岸。嗰位嘅人一認出耶穌，就派人去附近嘅地方，帶所有嘅病人來耶穌嘅面前。
佢哋求耶穌准平人但唱名佢嘅神名，所有名到嘅人全部得到醫好。